嗱，要談呢一套嘅可能根本你得到有苦衷，得到有痛苦。我係講隆重兄弟姊妹聽，四邊記8/5/11節咁樣講到，隆重人人尊重上帝，敬上帝，而是要敬重上帝嘅，相信上帝嘅，佢能夠幫助你，佢都係自家嘅變態。嗱，你就係講要隻謙卑嘅心，愛相信上帝。佢都係自家嘅撇難所，佢能夠幫助自家從一個痛苦、從一個問題、從一個不適、從一個煩惱嘅方面，佢能夠祝福自家，俾自家新嘅力量、新嘅聰明智慧嚟對付一切你擔當嘅。嗱，詩篇記8/52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佢記得自家，佢錫自家，佢係祝福自家。佢係祝福自家得到一個平安，祝福自家得到一個力量，祝福自家得到一個喜樂，祝福自家得到嘅最好嘅，也就係錫自家嘅上帝。詩篇記8/53節咁樣講到，佢祝福隆重人敬重佢，隆重人相信佢，隆重人錫佢，睇寫都好意思嘛嘅。無論你唔係人，阿三你係相信佢。阿三你係求佢，要尊重佢，佢能夠幫助自家，當自家要痛苦，當自家要不適，當自家要問題，當自家要煩惱之時，佢能夠開路俾自家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